不過發比係一個由地獄歸來不折不扣嘅真男人，唔需要太過認真同動畫比較，紅色嘅跑車就是帶着神秘。大家好，我係發比，歡迎繼續欣賞世博高達之旅。上集我哋幾經辛苦成功抽選進入第一日位於大阪梅田嘅世博限定 Pop-up Store， 並且精選出10款最新最火熱嘅限定模型。未睇或想重溫係咁右上嘅資訊卡。今集係補完篇，我將會同大家重點點評剩低嘅所有限定款式，總數超過60款。影片最尾仲有發比瘋狂購物完之後第一身最即興嘅總結，千祈唔好錯過。正式開始之前，希望大家 comment、like、share 呢個頻道，再分享玩具、模型、旅遊相關資訊，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Let's go！ 先睇我近年最中意嘅 RG 系列 Gundam Base 限定 High New Gundam Titanium Finish， 2022年推出10,340 yen 520蚊，香港現貨價720。神奇、頂級、超卓，用嚟形容呢盒模型絕不為過。將原本白色外裝嘅加入銀色電鍍，再喺上面覆蓋一層光澤白。藍色零件變為金屬成形式，最後關節、燃料槽、推進器等等細節就以霧面金色呈現，令 High New Gundam 鈦合金版本顯得十分之華麗矜貴。再加上本身 RG High New 無論係機體比例、連動結構、造型設計，甚至角色人氣，我認為都屬於系列入面嘅 Top 3。所以如果大家未入普通版本520蚊嘅 Titanium Finish， 就千祈唔好錯過。至於炒價720咯，咪睇埋呢條片嘅其他限定模型再考慮咯。莎莎比 Clear Color 2019年推出4950 yen 250蚊，總共3款嘅 RG 莎莎比純素組比較排名為普通、彩透、電鍍。有財力就玩電鍍，有實力就玩普通。至於平凡人就取個中庸之道揀呢隻啦。New Gundam HWS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6600 yen 330蚊。如果我要玩嘅話咧，想型仔就用普通 New 加彩透 HWS 裝備，突顯出呢套裝甲嘅獨特性。而家成劈粉餅咁撈埋一齊，太過單調，唔中意。Gundam Base 限定自護號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6270 yen 315蚊，電鍍、普通、彩透。彩透版本能夠若隱若現襯托出機體複雜嘅機械內構，係我認為最靚仔嘅自護號。Gundam Base 限定獨角獸高達 Version TWC 2017年推出4400 yen 220蚊。TWC 指嘅係 Tokyo Waterfront City， 模型提供咗相關水貼，而最大特點就係附送限定底座。Gundam Base 限定 OO Racer Transcend Clear 2020年推出3850 yen 195蚊。彩透襯 Transcend 買咗唔會驚，不過由於發比已經入手 MG 版，所以 RG 就唔考慮啦。Gundam Base 限定突擊高達連空中霸王加劍炮套裝 Clear Color 2022年推出5500 yen 275蚊。中意實色版本可以考慮 EG 加1:14401空戰02炮劍套裝。最近我見唔少鋪頭有翻貨3盒加埋200蚊左右，抵玩嘅。另外發比就要求再高少少，用咗 HG 取代 EG。想了解詳細比較，可以撳右上角資訊卡。Gundam Base 限定飛翼高達零式 EW Clear Color 2017年推出3410 yen 170蚊。呢款吊模係用咗早期做得唔好嘅 RG 骨架，手軟腳軟冇擔帶，千祈唔好入，加多50蚊買 MG Worker 啦。Gundam Base 限定完美獨角獸高達2020年推出8030 yen 400蚊，同 MG 版本可謂鬥得難分難解，一樣超正啊！發比掙扎咗好耐，最後因為都係鍾情於 RG 多啲啱數少啊嘛，所以揀咗佢收藏。一口氣睇完9款 RG， 係時候轉一轉口味，轉睇份量最重嘅 MG Master Grade。Gundam Base 限定 RX783 G3 高達 Version 3.0 2024年推出5280 yen 265蚊，香港現貨價350。小說版嘅機動戰士高達入面，主角阿寶駕駛嘅 RX782 元祖高達喺同愛美號嘅激戰中被破壞至嚴重損毀，所以之後就轉成 G3， 亦即係高達系列嘅第3號機，參與宇宙要塞阿巴亞空攻防戰，直至最後俾歷奇大魔以榴彈偷襲戰死沙場。冇錯，小說版嘅阿寶喺1年戰爭期間已經瓜咗啦，而動畫版入面佢不單止帶領聯邦軍取得最終勝利，仲喺後續嘅 Zeta Gundam 馬沙之反擊發光發熱。所以著名高達導演富野由悠季曾經解釋，小說大家當做平行時空睇下就好啦，唔需要太過認真同動畫比較，輕鬆下啦香港人。模型方面 ，G3 完全採用 MG 元祖 3.0 嘅造型設計，係我認為現時為止除咗 PGU 之外最完美嘅1:100。而雖則話造型一樣，但係零件表現就替換成新規格成形式，重現出 G3 獨有嘅灰藍配色，並且附有專屬水貼。
另一部 Gundam Base 限定 RX-782元祖高達 Version 3.0 The Gundam Base Color， 2019年推出5500yen275蚊。我自己一直都好欣賞 MG 元祖 3.0， 無論普通彩透、電鍍，甚至今次嘅 G3 或者 Gundam Base 配色，只要係正價嘅話，就算全部入手都唔覺得過分。唯一問題就剩翻唔使屋企有冇咁多位擺山積，而砌沙又有冇空間展示。Gundam Base 限定元祖高達 Version 3.0 Clear Color， 2017年推出4950 yen 250蚊。個人覺得經歷咗咁多個派生版本之後，彩透地位喺我心目中已經跌至歷史新低，而電鍍依然高居榜首。Gundam Base 限定元祖高達 Perfect Gundam Version Enemy Color， 2020年推出3300 yen 165蚊。整體似一部放大版嘅 HG， 價錢亦都反映咗出嚟。要玩元祖都係揀 3.0 啦。Gundam Base 限定完美獨角獸高達2019年推出14080 yen 700蚊，一如樓上所講，同 RG 有種寄生如何生量嘅感覺。大家比較嘅時候可以留意一個重大因素，覺得 RG 太細隻唔夠威勢或者老花難製作嘅話，呢隻就係必入之選。Gundam Base 限定新安州 Mechanical Clear 2017年推出8250 yen 415蚊。首先發比係唔推薦呢款嘅。歌仔都有唱啦，紅色嘅跑車就是帶着神秘。新安州最型嘅一點咪就係紅色嘅裝甲咯，而家搞到佢變晒全透明，乜嘢美感都俾你破壞晒啦。Gundam Base 限定渣古加龍 Zeta Gundam Version 2023年推出6600 yen 330蚊，一部俾聯邦軍接收後改色嘅自護機體，人氣唔算高，適合小眾高達迷。Gundam Base 限定自由高達 Version 2.0 Silver Coating， 2021年推出10340 yen 520蚊。本身 Freedom 2.0 係一部設計十分之好嘅模型，普通版講緊200蚊左右，性價比極高，而銀色電鍍一嘢起跳賣貴超過1倍，價錢非常進取。可惜配搭上竟然似未啟動狀態，我覺得略嫌單調，所以扣唔少分。Gundam Base 限定 Eclipse Gundam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5500 yen 275蚊。MSV Gundam Seed 外傳主角機模型質素不俗，但係相比正傳嘅機體，人氣喺香港實在相差太遠。Gundam Base 限定 Gundam Kilios Clear Color， 2022年推出5830 yen 290蚊。OO 4小強唯一可變形嘅主天使高達，入手嘅話就預咗係一個深坑，冇理由唔儲埋另外3隻4小強噶嘛。Gundam Base 限定 Gundam Netley， 2023年推出5500 yen 275蚊。中性高達係德天使爆甲之後嘅形態，由於有另一個同時包含爆甲前後嘅版本，令到呢盒限定變得有啲雞肋。最後係 Ecopla 環保系列最新嘅兩隻，上集10大已經講過㗎啦。同一問題都係塑膠質感太差，塑組上色兩頭唔到岸。而家睇埋剩低嘅3隻。元祖高達 Version 3.0 Recirculation Color Neon Green， 2021年推出5720 yen 285蚊。本人最唔欣賞嘅元祖 3.0， 亦都係唯一完全唔考慮入手嘅一款。高達巴巴托斯 Recirculation Color Neon Blue， 2022年推出5280 yen 265蚊。由於普通版嘅巴巴托斯性價比實在太出色啦，變相令環保版本吸引力再減1分。Gundam Exia Recirculation Color Neon Purple， 2022年推出4950 yen 250蚊。無論定價定配色 ，Exia 都算係 Ecopla 系列最得我心嘅一款，不過都係唔推薦大家買呢個系列嘅1:100，真心難搞嘅呢。重點點評完9部 RG 14部 MG， 希望睇到呢度嘅觀眾朋友撳 like 留言 share 支持。接住落嚟出場嘅就係 HG 大軍，繼續去片。講多隻 Ecopla 飛升自由高達 Recirculation Color Neon Yellow， 2024年推出2970 yen 150蚊，香港暫時未有現貨。我對呢隻1:144飛升自由評價相比1:100款式係會高啲嘅，原因主要喺 size 方面，細隻啲瑕疵的確係難睇到啲嘅。另外我哋對 HG 嘅期望一定冇 MG 咁高，所以真係中意環保嘅話，呢隻算唔錯噶啦。不過影片最尾仲有一隻我真正期待嘅 Ecopla。哥邦迪 Beta Clear Color 2018年推出1650 yen 85蚊，有一部 Zeta 時代隸屬聯邦軍嘅獨眼機，只有獨具慧眼先會選購。巴贊 Clear Color 2017年推出1650 yen 85蚊。Zeta Gundam 故事後半段泰坦斯嘅量產型 MS， 最大特點係性能上冇咩特點，好聽講就係有唔錯嘅泛用性咯。上邊睇埋呢個 Gundam Base 限定 Zeta Gundam 白色 Gundam Mark II 格里普斯戰役特別配色，2023年推出9900 yen 495蚊，一盒包含 Zeta 3大主角機連特殊展示支架，機體塑組表現唔錯，具有一定紀念價值。GM123 組合包2023年推出4730 yen 240蚊，完全採用翻20年前嘅舊模設計，穩品之作，唔值得入手。
左邊係 Gundam Base 限定第 MS08 小隊老虎飛行試驗型21世紀真實配飾，2019年推出2700 yen135蚊。右邊就係 Gundam Base 限定馬沙專用渣古2 21世紀真實配飾，2022年推出2420 yen120蚊。兩款模型配飾同樣由川口明人監修，我見特別受日本人喜愛，尤其係老虎啊！每次去 Gundam Base 總會見到人拎佢埋單嘅。Gundam Base 限定 Dragon E 2024年推出2420 yen120蚊，0080口袋裏的戰爭登場嘅戰鬥用 MS 德拉肯伊身形嬌小，構造簡單，機動性差，戰鬥力弱，名副其實嘅雜碎機。Gundam The Origin 元祖高達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2970 yen150蚊。GTO 版本係1:144入面，我認為比例最好、最靚仔嘅元祖。之前拍實踐教科書，亦都用咗佢嚟做作例。85蚊嘅彩頭一啲都唔貴，但係建議大家去買普通版，跟住我條片製作會更加靚仔。元祖高達 Beyond Global Clear Color 2020年推出2420 yen120蚊，外形相對獨特，偏向瘦削女性化嘅一款元祖，未必符合傳統口味。Gundam Base 限定完美獨角獸高達2018年推出4180 yen210蚊，今條片介紹嘅第3款完美獨角，相比同樣大細嘅 RG 比例腳長身短，發比就唔會考慮啦。鐵血的孤兒 Alpha Hunt 高達端白星 Clear Color 2022年推出1650 yen85蚊，屬於鐵血外傳作品，香港並冇普及，有愛先會去買。Gundam Base 限定核心高達套裝 Real Type Color 2023年推出6600 yen 330蚊，一套兩隻核心高達1、2號機再加3款合體裝甲，地球3、木星5、土星6，分別採用大河原邦林老師設計嘅真實配飾，算係一款幾特別嘅收藏。閃光的海獸衛 Master Type F01 Clear Color 2025年推出2750 yen 140蚊，好恐怖啊！曱甴配飾見到都毛管戙，望多兩眼都驚黃標啊！Gundam Side Story The Blue Destiny 伊芙利特改 Metallic Gloss Injection 2019年推出2420 yen 120蚊，搭咗 XM 系統手持電熱雙刀嘅有型獨眼機，情與義值千金。左邊 Gundam Base 限定馬沙專用渣古2 Metallic 2021年推出1760 yen 90蚊。右邊 Gundam Base 限定元祖高達 Metallic Gloss Injection 2017年推出1320 yen 66蚊。兩款都係用咗舊帽加入金屬質感成形式，奈何數組會有好多水紋，所以並唔推薦。最後登場嘅 HG 係一套6部機嘅組合，發比認為相當吸引嘅，一齊睇睇。死神高達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1650 yen 85蚊。重炮手高達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1650 yen 85蚊。沙漠高達 Clear Color 2020年推出1650 yen 85蚊。Wing Gundam Clear Color 2022年推出2090 yen 105蚊。神龍高達 Clear Color 2024年推出1650 yen 85蚊。最後係飛翼高達零式 Clear Color 2025年推出1980 yen 200蚊。以上6部機明顯見到頭5部就係 W 系列嘅舊5小強，要入嘅話缺一不可。而最後亦都係最新出嘅飛翼零式，我私心覺得佢係出得最靚仔嘅。想問下大家意見，你哋覺得應該全部入晒彩頭版本保持一致性啊，定還是舊5小強入普通版，然後放隻彩頭飛翼零式喺中間突顯佢嘅型仔？一定二，下方留言話我知。9部 RG、14部 MG 再加23部 HG。大家夠皮未？唔好走住，仲未完㗎！今日誓要同你哋晒冷，再繼續去片。先嚟4款 Painting Model 系列，分別有 HG 獨角獸高達毀滅模式，2018年推出2530 yen 130蚊；HG GTO 渣古2 Type C6 R6 2020年推出2640 yen 135蚊；EG 元祖高達2021年推出770 yen 40蚊；EG New Gundam 2023年推出1100 yen 55蚊。Painting Model 系列，我覺得係比較偏向推動小朋友隨意賞識嘅玩具，一個將高達變成純白畫紙嘅概念。Gundam Base 限定 EG 元祖高達 The Gundam Base Color 2022年推出770 yen 40蚊，發比係特別喜歡 EG 元祖嘅呢款 GB 配飾，屋企唔止一盒啊，買啦！Eclopper EG 元祖高達 Classic Color 2022年推出1100 yen 55蚊。今集最後一隻登場嘅環保系列，亦係第一款採用 Eggshell Plastic 蛋殼生質塑膠材料製作嘅模型，目的係減少塑膠使用量，並能夠當作可燃垃圾處理。我之前一直都未有機會入手，今次見到絕對唔會錯過。遲啲再開箱同大家分享玩後感，期待啊！Gundam Base 限定 SD 完美獨角獸高達2019年推出1980 yen 100蚊，實在太多完美獨角獸嘅選擇。100蚊嘅 SD 我覺得貴咗啲，性價比略低，不如買其他版本啦。
兩款 Gundam Base 限定 SDCS 元祖高達，左邊 Clear Color 2018年推出，右邊 Gundam Base Color 2022年推出，售價同樣880 yen 45蚊。強調轉換骨架改變比例成低頭身 SD 同高頭身 CS 嘅系列。Gundam Base 限定 SDCS 巴巴托斯天狼王型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1760 yen 90蚊。巴巴托斯最終形態要玩推薦玩高頭身 SD 實在太鉗啦。SDW Heroes 光之方程式終極聖龍 Clear Color 2024年推出5280 yen 265蚊。呢隻彩頭已經係非常之型㗎啦，但係其實佢另外有一個豪華電鍍版本，有冇真愛會選擇一半彩頭一半電鍍？仲有4款哈魯模型全部喺 Gundam Base 見慣見熟，好似發俾呢啲重度中毒者收集哈魯已經成為去旅行行模型店嘅例行公事。終於嚟到今日最後一盒模型高達軍 Dieta Image Color 2024年推出880 yen 45蚊。嚟新鮮現場見到唔多人買嘅，存貨亦都特別多，而且普通版高達軍俾我嘅體驗呢，都真係一個幾難忘嘅地獄。不過發比係一個由地獄歸來不折不扣嘅真男人，特點就係總會重複犯相同的錯誤，所以眼看手勿動，罪孽應該冇咁重啦嘛。買完遮住阿啦姐添，喺度做一個超簡單嘅即時感想。入邊一字概括嘅話就係快，因為咧每一個款式最多只可以買一盒啊嘛。咁到底係10個人買一款嘢快，定係佢補貨快？總之你有幾多嚟，佢就補幾多。入面勁多限定版，哇！啲人好癲，我買7盒已經係廢柴。少我都覺得廢柴嗰啲咧，凍到上去咧，個腳推咗2下，咁樣勁高，好癲！其實我而家已經去咗超過7間 Gundam Base，入邊特別版我冇見過嘅數量有超過5款啊，都真係好多，好少有啊。咁至於我買咗啲咩就遲啲再講，我哋而家嚟退稅先。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大家真係要多謝啦姐，因為啦姐抽到入去，如果唔係我拍唔到片同大家分享㗎。讚咯，讚，多謝啦姐。咁樣大家一齊欣賞到最後嘅呢片有趣地啦，幫助嘅啲免費 subscribe、comment、like、share。下一集我哋將會繼續留喺大阪梅田睇埋除咗 pop up store 之外，另一個限時嘅高達展覽，約定你哋下次見。最後嘅最後俾大家睇下，如果唔將伍小強放埋一齊嘅話，成件事係幾咁冇癮。明明仲有咁多位，點解 band 得你要慳翻2隻呢？